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融创活过来了，融创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这两天这样的话，这样的标题充斥着热搜。孙宏斌说，融创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这话是怎么出来的呢？是6月30号，融创股东会现场，孙宏斌底气十足，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让孙宏斌这么充满底气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95.5亿美元的境外债全额债转股，超75%的债权人已签字支持。这是境外债，境内债也没闲着，8亿现金购回40亿债券，股票兑付、以资抵债等组合拳持续输出，债务大山正在肉眼可见的崩塌。实际上说来说去，就是融创的债务重组取得了这个债权人的同意。但是你要说融创最困难时期过去了，这个言之尚早，这个纯粹是孙老板给这个广大的股东打气，可以说叫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这是化债，这个化债啊，无非就是把这我在以前节目里经常说，债务重组说白了就是平等的主体，也就是孙老板作为大股东，其他的小股东还有债权人，大家在一起协商。就现在这个船上只能坐3人，得下去一个，现在5个人得下去俩，怎么办？就这点事商量去，有2人没办法，穿起了救生衣下水了。这个船负担小了，得负载轻了，也能往前走。走着走着又不行了，这时候又开会说这个船3个人坐不了，只能坐俩，还得下去一个。研究去，又一个人穿着救生衣下去了，就这么个过程。债权人，你的债务打折消减，你不打折那就转股，变成股份。转股还不是说现在1块钱就给你按1块钱转，转股是现在股价1块，得按3块给你转，爱要不要。因为你转股还得股东同意，股东说我做啥了，你把我稀释了，你转的股份越多，那个股份不就稀释了吗？稀释了，那本来融创资产就不多，我这还被稀释了，那我不也吃亏了吗？我作为股东，所以说这股东他也得吃亏，也得。这股东说我这个股票是8块1股买的，合着你现在转股转1块，那你不是来打劫的吗？那债权人就说了，你现在市场上就是1块钱，凭啥让我8块转？我现在拿钱买就是1块，所以说扯来扯去的，那行3块1股，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还有股东就说了，还有债权人说，那你孙老板你闯的祸，咱们同舟共济，我们可啥也没干，我们是真金白银投进来了，或者你这闯的祸，你不表示吗？孙老板说那行，我把我的家产拿出来压上。这么一看，大家觉得孙老板很有诚意，不像那个许老板想方设法的把钱转到国外，逃避债务，光喊口号让大家一起扛，自己不掏钱，自己还想穿身而退，那哪行呢？所以债权人就不干，债权人宁愿叫破罐子破摔，破产清算，也不给你机会。所以这就是融创它的债务重组，实际上它已经重组过1次2次了。在3年前刚爆雷的时候，它已经重组了1次，解决不了问题。刚才说的风浪越来越大，能装的人越来越少。我为什么说他说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这个是一种叫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呢。我这也不是乱说。房地产上市公司啊，债务重组有先例，就是华夏幸福。大家自己可以查一查华夏幸福啊，它在2018年，也就是它比恒大爆雷要早，它不是18年、19年或者20年，它就已经先爆为敬了。人家爆雷之后，人家也是平安银行作为最大的债权人，债务重组也是债转股。平安银行因为是最大债权人，所以他一转股之后，他变成最大的股东，他还拿钱进去救。华夏幸福是在河北政府的协调之下债务重组的，因为它是境内，相对好办，大家自己可以去看看。它的债务重组3年4年过去了，现在是什么样的？困难时期过去了吗？还是要死不活啊？只有当韭菜踊跃的拿出钱出来买房，对吧？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买房，你才能说你的困难时期过去了。否则你把股权把债务给它整理干净，你也是活不下来。融创进入强制执行，国内的也有400-500亿，这个还不算它那些中本的终止执行的天文数字。现在房地产企业没有利润，
你把房子开发完能卖出来就不错了。有人就说了，那融创搞个什么外滩1号院，北京的1号院，那房价都是20万一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个首先一个，这种项目不会有那么多，核心的项目没有那么多，如果那么多那就泛滥成灾了，那就要降价，就是稀缺。什么叫稀缺？稀缺你碰上1个2个的就不错了。第二个，这头部有钱的人，这些人数量也是有限，你今年嘎完了，明年还能嘎吗？第三个，由于这种错综的股权关系以及债务关系，还有融资关系，这些看上去卖的不错的项目，融创自己到底能有多少获利，这都要打个问号。有的时候是赚个热闹，赔了钱。所以融创困难时期过去了，说实话太早了。看一看万科，连万科都在渡劫啊，融创还是把保交楼先包好吧，保交楼结束了，差不多就清算。在我看来，这些全国性的这种房企，现在以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以后恐怕都是那种区域性的房企，都是地头蛇。他们对当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人脉，当地的人的需求，他深耕一个地方，在上面精益求精，这样的房企勉强能活下来。像那种全国性的房企，就是碧桂园、什么融创、万科、保利，没有存在的必要。什么一站图纸从海南盖到黑龙江，全国复制，这个好事没有了，就有黑龙江的房子特色，海南的房子就有海南的房子特色，以后都是小而美。这是关于融创啊，说困难时期过去了，言之过早，这是相当乐观的一种判断。实际上其他房企差不多。你比如说保利，7月3号，保利发展发布了2026年6月销售简报，单月实现签约面积152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6%，签约金额290亿，同比减少31%。这个保利知道吧？保利的销售面积下降26%，销售金额下降31%，也降价，房子也没多卖。2025年1到6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713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5%，签约金额1451亿元，同比减少16%。无论是今年上半年保利，无论是销售面积还是销售金额，都是双2位数下降。你说哪个房地产开发商能扛得住，对吧？这么降下去，这个离暴雷也不远了。这个还是排名第一的保利发展呢。今年上半年，据观点指数发布的2025 1到6月房地产企业销售表现，保利发展以全口径销售金额1452亿元，全口径销售面积701万平方米，排名第一，远超第二名，远远超过第二名。但是就这样，它下降都是2位数啊。所以这么一看，你说融创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有点自我安慰。我们看中指研究院公布的上半年的楼市情况啊，他说2025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新房市场分化行情延续，一线城市及强2线城市表现平稳，其中一线城市在优质供给增加、较强的购房需求支撑等因素带动下，市场保持较高活力。虽然2季度以来市场有所降温，但上半年整体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均增长。根据中指指数，这个上半年北京、上海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面积同比均小幅增长，深圳、广州同比增幅均超 15%。2线城市中，杭州、成都优质改善楼盘继续延续较高热度，上半年新房成交保持平稳，市场分化延续。同时，受供应缩量影响，重点城市可售面积普遍回落，出清周期有所缩短，市场继续处去库存阶段。从新房成交的特征来看，2025年以来，核心城市改善型项目入市节奏加快，带动改善型需求持续释放。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多个城市高总价项目去化表现较好。从中指监测重点城市来看，1到5月30城90到120平米新房成交套数占比保持4成左右，120到144平米户型成交整体占比首次达到30%，
改善型楼盘占据新房市场主流。从成交套数占比变化来看，与2024年同期相比，2025年1到5月30个代表城市中，超70%城市120平米以上产品成交占比有所提升。分面积段来看，21个城市120到140平米产品成交套数占比提升，20个城市144平米以上成交套数占比提升。改善型需求稳步释放，其中泉州、扬州、无锡、苏州、合肥提升幅度较为明显。也就是说，成交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一线城市，而且其他的城市也有。那成交主要集中在改善型的成交占比在提高。这个说来说去就是刚需韭菜没钱，不愿意买房。改善提高，说白了就是那些优质地段的。你每个省会城市那都有核心地段，这个不能否认。你比如长沙，它也有核心地段，那地方房子卖的也挺贵。那合肥也一样的核心地段房子，每个地方一样都相对来说比较好卖一点。所以新房成交的特征就是各个地方比较贵的核心的房产还是有成交，其他的什么郊区的或者位置不太好的、价格便宜的、适合韭菜刚需的反而卖不动。说通俗一点，有钱人受的影响比较小。我们再看一个报道，这个是中国商报报道说，房地产新信号，住建部表态定调，看看定的什么调。中国商报说，7月5号报道说，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调研组赴广东、浙江两省调研，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专家学者、房地产企业座谈，深入分析上半年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实地调研房地产在建在售项目，广泛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调研组表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切实扛起责任，充分用好房地产调控政策自主权，因城施策、精准施策，提升政策实施的系统性、有效性，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说经济大势在房地产市场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粤浙两省新房销售占全国1%，重点省份有效需求大，房地产市场潜力大，他们稳住，全国经济也好，房地产也好都稳住。这个调研组还强调，要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多管齐下，稳定预期，激活需求，优化供给，化解风险，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这个调研组还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什么决策部署，保交房攻坚战推进有力，切实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持续落实房地产政策组合拳。上半年全国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增长，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稳定态势，二手房交易占比逐步提高，多个省份二手房交易量超过新房，房地产市场呈现新的特点。说实话，从北京商报的报道来看，确实也没看到什么新信号。这些会议如果能起到作用，开会能解决问题，那就多开会。我们还是要看实际情况，或者看一些特殊现象。今天晚上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有意思，也是个特殊现象，就值得大家去深思啊。他说，秦皇岛事业编考试人数已超过本市高考人数，这说明什么问题呢？2025年秦皇岛事业编累计报名47649人，通过资格初审41351人，完成缴费确认35019人，缴费人数较去年增加9691人，同比增长38.3%，报名人数、缴费人数均创秦皇岛市历史新高。这个说明什么呢？是秦皇岛市人多了吗？怎么参加事业编考试的增长了40%左右？这什么概念？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秦皇岛事业编的缴费人数数字是5843人，也就是5年前只有5000人考试，现在已经是将近4万人了。参考人数在5年间增长了近5倍。同时，
2025年秦皇岛市高考人数为25515人，2024年秦皇岛市8年级参加中考的人数是32275人。如果不计算弃考人数，事业编考试人数规模已经超过了秦皇岛市的中考人数或高考人数。你说这个报道这个数字说明什么问题？说来说去就是就业难，没有就业。短短的5年去考事业编的人居然增长5倍，你就知道这5年这个就业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差？如果就业一年比一年好，那怎么可能去考事业编的人会这么多呢？成倍增长，对吧？这难道是秦皇岛是一个地方的特有现象吗？所以说这个说来说去就是就业难。你就业难，大家找不到工作，你还指望着大家买房子，还想着韭菜去刺激消费，这个才叫新信号。这个考编的人数5年增长5倍，这个才叫新信号啊！这个信号可不是什么好信号。还有一个，最近网上社交媒体上都在这个报道说，今年大学学费涨得非常多，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去看。我看有人还列了个表，25年这个大学学费有的都涨了1倍。这个大学学费涨啊，这个理由原因恐怕也是多因，原因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地方财政给大学的拨的钱有限，也有可能缩小了减少，也有可能拨的钱的速度增长速度跟不上大学扩张大学开支增长的速度，所以大学没有办法，他只能自己想办法，那就是加学费，或者政府允许大学增加学费。好像我记得一个数，北京市属的那些高校，好像每年补贴是几百亿，400亿还是几百亿，总之是不少。北京市属高校，什么北京什么交通大学，还有什么首都师范大学，好像有80所啊，这些数字我记得都不太清楚。这个是北京市要给这学校要拨款的，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呢？以往这个钱很多恐怕都出自房地产，都是卖地收入，卖地收入多，政府省的钱多，它相应的预算里面给教育拨的钱就多，但是按比例，比如4%、5%，那学校拿的补贴多，它的学费就能维持在一个水平。那现在地方政府卖地是卖不掉了，卖地收入都连年下降，现在降到高峰期的只有1/4都到不了，就卖地收入下降了70%，哪还有钱再去给教育上面增加？那你学校就得加学费，以后高校学费涨，以后地铁票价要涨，这是肯定的，只是看什么时候涨。以前地铁也是靠政府财政补贴，现在没钱补贴，那你要做那就贵一点。公交以后也要涨价，免费的公园以后恐怕都要收费。我们以前一直说韭菜、房奴都是房奴在为城市的这种相对便宜的公共服务在买单，这很多人理解不了。正因为有这些房奴贷款买房，支撑着这个城市地铁票价比较低，水电价格还比较低，比较稳定，电信服务等等。现在你看看，这韭菜他不买房了，房奴他不再去做贡献，房子卖不了，政府的地卖不了，政府没钱他就没法补贴，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所以说你现在看到大学学费上涨，这个只是个信号，是一个苗头，要不了多长时间其他的公共服务价格都会适当调整，又是老百姓喜迎涨价。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学校这一块恐怕也要开源节流了，学校的日子也不好过。你别看它学费涨了，学校恐怕老师要加快分流下岗，很多学校恐怕要合并，往后再过几年考生越来越少，你都招不到人了，很多学校要合并，要关停并转，老师要下岗，老师要找工作。最后我们再看一篇文章，这个是每日人物他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年轻人买房只买竖景房。什么叫竖景房？咱们知道海景房，别墅靠海，走路拄拐。咱们这个漫长的海岸线上有大量的海景房烂尾或者没人要，变成鬼城，这里也搞个竖景房。什么叫竖景？实际上就是以前被当作普通的低楼层，意味着采光差，有树遮挡。此外，如果是2楼的竖景房，还有可能会反水，整个卫生间都是味儿。就是所谓的竖景房，就是在城市里面楼层比较低的房子。你看，又是扯出来一个概念，说年轻人喜欢这种竖景房，纯粹有点包装的意思。年轻人
实际上不是喜欢竖井房，是年轻人买房，他只能买老破小，就刚需。老破小它就是这种竖井房多，很多老破小只有5层，这些老破小都在市中心，挨着公园附近，绿化好一点，小区里面树多一点，它就是竖井房。所谓的竖井房就是采光差，但是这个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喜欢那种住的稍微阴凉一点的，有人需要阳光，要照，对吧？要去晒，因人而异。实际上叫破小这种房子一般的蚊虫比较多，当然得看你适应，有的人习惯无所谓。但是你非要说年轻人买房只买竖井房，这个就有点这个何不食肉糜的意思，或者叫为赋新词强说愁。因为他们的预算有限，总价有限，他只能买这些小，恰恰老破小恐怕都符合这种所谓的竖井房。过去大家买房子都是追求什么采光率，就光线要好，要能通风。现在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什么流行竖井房，只能说明卖房子不容易。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